大家好，我係 Arona，係一位身心靈導師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講用塔羅牌睇流年。如果你抽到個牌係倒吊人呢一張牌嘅話，咁整體上面今年會有啲咩啟示，同埋整體嘅表現又會係點呢？首先，倒吊人呢一張牌係大阿克羅牌 Major Arcana 嚟嘅。整體上嚟講，大阿克羅牌喺塔羅牌入邊，佢所代表嘅事件上面嚟講呢，係比較重大同埋比較重要嘅事件嚟噶。咁而倒吊人呢一張牌嘅話呢，你會睇到有一個人倒吊喺一棵樹上邊，用一個全新嘅視角去理解呢一個嘅世界，同埋解讀所有嘅事情嘅。咁同時嚟講咧，你都會睇到咧，係冇任何行動力嘅，係比較被動嘅，係純粹係內心探索緊一啲嘅問題，用全新嘅角度去理解周遭所發生嘅事件嘅。所以咧，放到喺流年嘅整體解讀上邊，會表現為乜嘢嘢咧？就係問卜者喺今年嚟講，要以另一個角度去睇自己嘅人生同埋世界。咁亦都提示你要改變一啲現有嘅價值觀，亦可以係可以係對某一段嘅關係或者工作有一啲新嘅理解，同時亦都可能係要你放低過去所執着嘅事情，用一種新嘅角度去審視整個事件，同時你亦都可能會發現，以前認為係非常之重要或者係啱嘅事情嚟講，根本嚟講喺今年已經唔係一個核心，亦都唔係你以前所想嘅一樣噶啦。咁同時咧，倒吊人係有主動停落嚟嘅意思，即係停下腳步啦，放慢節奏，退一步去換更大嘅空間嘅意思。咁所以如果你今年有任何嘅計劃係要實行嘅話咧，咁呢一個計劃有機會係需要延遲啦，要重新考慮啦，又或者係事情需要有更多嘅等待啊，又或者係嗰件事情有好多嘅關卡，又或者係有好多唔確定性嘅嘢將會發生。總之咧，係需要有一種休整期，又或者係叫做過渡期，咁係需要重新去審視。用一種重新思考嘅方向嘅角度去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然之後先再去做。咁樣嘅啟示咧，其實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，而係宇宙俾你更多嘅時間同埋空間去考慮整個事件同埋事情，然後再做出更好嘅決定嘅。咁所以整體嚟講咧，呢一年咧，唔係一個主動出擊嘅年嚟㗎，係一種叫做修整期，或者係比較適合學習啊、內心嘅心靈成長啊，又或者係需要一啲從長計議、長期佈局嘅一年嚟㗎。咁呢一年咧，唔係要你急住去求結果，而係要好好咁去思考同埋去計劃嘅一年嚟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問事業嘅話咧，咁嗰個進展係會比較慢嘅，係要你去理清所有嘅方向，同埋咧係係需要更清晰考慮嘅一年嚟㗎，亦都係適合一啲嘅進修啦，事業有一啲嘅轉型啊考慮啦，又或者重新規劃你個工作等等啦。咁如果你係問感情嘅話咧，咁係需要你重新去理解同埋包容對方嘅，亦都可能係要你重新去審視或者定義雙方嗰個嘅關係。咁所以話咧，呢個係一種嘅叫做停一停、諗一諗嘅一個年度嚟㗎。如果你問嘅話咧，係問財，咁即係話你要更加保守去審視，千祈唔好主動衝動去出擊。好好咁諗清楚同埋規劃先做好行動，因為咧嚟緊嘅呢一年並唔係收成嘅年期嚟㗎，而係要規劃你將來嘅財運同埋投資等等嘅呢啲嘅方向嘅一年嚟㗎。咁至於如果你係問個人成長方面嘅話咧，
今年將會係你嘅靈性同埋心態突破嘅一年。咁我嘅經驗係咧，如果你抽到呢一張牌，係代表咗你今年喺人生觀上面有一啲好重大嘅轉變，亦都係心靈成長嘅一個突破嘅一年嚟㗎。你會喺思想上面有更多嘅啟發，智慧會有新嘅開展嘅一年嚟㗎。咁所以總括嚟講咧，倒吊人呢一張牌，佢個本質嘅意思嚟講嘅話咧，就係要你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目的係為咗未來跳得更遠更高。咁所以嘅話咧，如果係睇流年嘅話咧，呢一年將會係你個嘅重整期同埋一種嘅修整期，係需要你慢慢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用一個新嘅角度去思維你整體嘅計劃啦，同埋整體嘅個部署嘅一年嚟嘅，千祈唔好急於任何嘅行動啊！